大家好啊！啱啱團契查經查士每拿教會喺查經嘅題目入邊，其中有一條問到大家點樣去到稱呼神。喺呢度我係想同大家去到探討下神嘅稱呼。喺舊約，多數猶太人佢哋會以耶和華嚟到去稱呼神。耶和華呢個名字喺舊約好多時我哋都會見到，但係喺創世記第1章第1節，起初神創造天地。喺舊約入邊，一開始稱呼神就係用神呢個字，跟住同亞伯拉罕同摩西等等好多嘅猶太人都係用耶和華嚟到去稱呼神。咁後期以色列人呢，又好鍾意將一啲特性同耶和華拉埋一齊，成為一個合併嘅稱呼。我哋比較熟悉嘅有耶和華以勒啦，或者係耶和華尼西。喺舊約入邊有好多個都係咁樣嘅稱呼，其中包括頭先提過嘅耶和華以勒、耶和華拉法、耶和華尼西、耶和華沙龍、耶和華齊更魯、耶和華沙馬、耶和華羅爾。呢一啲都係複合咗神嘅個性喺當中嚟到去講嘅。而舊約入邊亦都有特別強調神屬性嘅稱呼，好似創世記17章第1節，亞伯蘭年99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神自己就喺呢度將佢本身嘅屬性嚟到去稱呼返佢自己係一個全能嘅神。又喺創世記14章18節，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着餅和酒出來，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喺呢度又用神嘅屬性至高嚟到去形容佢。喺舊約入邊，詩人亦都成日都講萬軍之耶和華。好多時我哋就將神同佢嘅屬性，我哋對佢嘅稱呼又加埋一齊。至於新約，喺新約入邊，我哋好經常嘅都聽見阿爸父，仲有啱啱喺啟示錄入邊我哋聽到嘅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嚟到去對神做一個嘅稱呼。仲有喺腓立比書入邊2章11節，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主呢個字亦都經常嘅喺新約喺現今嘅教徒入邊嚟到去稱呼神。喺4福音入邊，耶穌基督亦都問過門徒：你覺得我是什麼？門徒就話你是彌賽亞，嚟到去稱呼神。呢一啲都係我哋對神嘅稱呼。如果大家想知道詳細嘅經文嘅內容，或者係用耶和華嘅配搭嘅意思，大家可以睇翻下邊嚟到去自己揾翻嗰個經文嘅出處，睇翻嗰個意思。如果我有乜嘢漏咗嘅稱呼，亦都歡迎大家嚟到去留言嚟到話俾我知。如果第日你哋有興趣對於呢啲嘅稱呼有更加多嘅認識，歡迎留言俾我哋，睇下我哋第日有冇機會更加深入嘅嚟到去探討呢一啲嘅稱呼。多謝大家。